手機升級至方便加，18歲或以上人士想將智方便升級至智方便加，依家用手機都可以做到啦。享受智方便全功能，仲可以用埋數碼簽署功能。升級前，請先準備身份證同埋已經連接互聯網並已啟用 NFC 嘅流動電話。首先打開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，揀選一按升級至方便加，然後細閱並同意申請人聲明之後，再揀選繼續。先拍攝身份證正面。喺升級過程中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你可以揀選啟用聲音導航。跟住根據指示，將身份證正面緊貼手機 NFC 天線嘅位置，直至讀取完成。要留意，用唔同型號嘅手機擺放身份證嘅位置會有唔同。如果係 Android 手機，可以調校身份證位置，直到見到5粒綠色指示燈亮起。如果係 iOS 手機，就要將身份證放近手機頂部，記得維持嗰個位置直至讀卡完成啊！下一步，將面容對正屏幕上嘅相框，配合指示完成動作，例如眨眨眼、張開嘴巴、頭向左或右轉，同埋接受完光活體檢測，咁就成功升級至智方便加啦！